大家好，我係 Women's Biotech 創辦人蔡培華博士啊。咁今次咧特別召開呢個記招，係想回應近日衛生署發表嘅相關公告嘅，同埋解說翻公眾關心嘅議題啦。咁完咗之後咧，稍後會有呢個問答環節嘅，咁大家可以踴躍啲發問。咁個流程咧就 show 咗喺個 share screen 上面啊，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嘅。咁跟住我會逐個 point 慢慢咁去講啦。咁首先咧，多謝衛生署啦、傳媒同埋市民咧，好關注子宮頸癌篩查或者 HPV 篩查嘅相關事宜。因為咧社會各界嘅關注咧，先可以呢個關注提升咧，先可以邁向消除子宮頸癌嘅一步嘅。根據衛生署公佈所示咧，2004年佢哋推出咗子宮頸癌篩查計劃。其實經過多年嘅努力，喺2024年嘅一年入面，一共有69000女士喺衛生署登記子宮頸癌嘅篩查結果，佔咗全港25至64歲女性應定期篩查人口嘅大概13.5%。另外，衛生署由2019年到2020年學年起，為香港兒童免疫接種計劃下，為合資格嘅小5女童免費接種 HPV 疫苗。衛生署多年嚟都係致力減少子宮頸癌嘅方針，係大家有目共睹嘅。咁跟住我嚟介紹一下我公司Womenx Biotech。咁本公司係 Womenx Biotech 旗下嘅品牌為羅護斯。我哋公司係香港科學園嘅培育公司，從來沒有接受過任何私人機構投資。6年嚟，非常感謝香港政府透過科學園同創新科技署撥款，令到本公司可以專注同中肯咁喺生物科技領域研發，透過研發各種非入侵性嘅檢視方式，去到檢視婦女健康。本公司旗下嘅產品 PetX 衛生巾進行臨床嘅研究時候，發現超過50%嘅參加者從來都沒有接受過任何子宮頸或者 HPV 篩查。喺我哋嘅臨床研究嘅時候，先至第一次接受 HPV 篩查。而之後嘅 PetX 使用者亦接近50%從來沒有做過任何子宮頸及 HPV 篩查。香港政府大力支持創科，推動民生健康嘅相關科研項目係有目共睹嘅。跟住落嚟係會講一講之後關於子宮頸癌嘅一啲篩查藍圖。近年衛生署為30至64歲女士推行以 HPV 檢測作為子宮頸癌篩查嘅第一道防線，25至29歲女士則以柏氏抹片作為第一道篩查。為咗進一步方便市民，特首於9月發表施政報告時提及會推行 HPV 自行採樣檢測先導計劃，等市民可以安坐家中採樣更為方便。我哋非常贊同政府嘅子宮頸癌篩查藍圖，亦相信呢一個係全球趨向，因為澳洲、泰國、英國、馬來西亞政府轄下嘅子宮頸癌篩查計劃均以採用 HPV 為第一道篩查。我哋同政府希望提高市民子宮頸癌篩查率嘅目標均為一致。回應返衛生署嘅新聞公佈，有關衛生署表示會持續檢視有關方面嘅最新科學實證。我哋會同衛生署積極溝通相關嘅科學實證，同埋會商討如何進一步改善 PetX 及洽談任何可以結合本公司科技提高香港篩查率嘅可能性。本公司亦會以與政府合作篩查嘅供應商商談合作可能，務求為政府同市民出一份綿力。上星期本公司曾與衛生署接洽，但因本人現處於新加坡，同埋時間頗為趕促未有足夠時間同衛生署交代有關經血檢測 HPV 的科學證據。現在先喺度簡單交代一下，稍後會約衛生署傾談並進一步去詳細嘅去交代。以下咧我會開始逐一講大家對於研究數據準確性同真確性嘅疑問。首先有關 HPV 經血檢測 HPV 嘅研究分為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為非本公司嘅研究，第二部分咧係本公司進行嘅研究嚟嘅。咁我首先講咗非本公司進行嘅研究先啦。從2010年開始咧，就已經有research 嘅團體咧去進行經血檢測 HPV 嘅研究。第一個研究當時為中文大學嘅黃思全博士，即現今理工大學嘅教授發表嘅。研究入面有108個前期子宮頸癌第2至3期嘅病人，108個入面都喺經血中檢出 HPV。但係呢個研究亦都有指示，前期子宮頸癌病人第一期嘅病人入面，喺經血檢測到 HPV 只有67.7%。呢個研究之後，其後喺韓國、印度、內地、香港、美國均有發表利用 HPV 檢測用經血檢測 HPV 嘅相關文獻。臨床樣本超過100個，靈敏度介乎67至83% 之間。而於2022年美國史坦福大學發表嘅研究，其特製衛生巾同喺診所採樣樣本測試 HPV 比較，一致率結果達93.5%。但呢一個研究只限於以陽性樣本作為基準。由於 HPV 種類超過200種，值得留意嘅係，上述研究除咗內地嘅研究，大部分只以 HPV 陽性及陰性作為指標，均沒有提及兩種方法檢出嘅 HPV 病毒株是否一致。過往研究顯示，雖然以經血檢測 HPV 能達67至93.5% 嘅一致度，但對於篩查早期 HPV 感染或者早期子宮頸癌病變，準確率仍有待提升。另外，大部分研究中使用嘅衛生巾為一般衛生巾，非特製衛生巾，很難與化驗所嘅恆常檢測工序結合，所以本公司投入6年時間研發可以更準確篩查 HPV 嘅衛生巾。好，咁關於本公司嘅研究啦，下面係 Pelix 咧係針對衛生巾採集子宮頸細胞嘅困難特製而改善以下嘅技術問題嘅。第一，衛生巾無法於我哋好難喺衛生巾上面沖出標記物，例如我哋加入大量嘅液體先有機會可以沖出一小部分嘅液體，而加入大量液體後會稀釋標記物，減低準確度。第二，衛生巾會滋生大量細菌，而細菌入面亦都有佢嘅 genomics DNA， 會干擾之後檢測嘅 PCR 嘅過程，導致假陽性出現。第三，一般衛生巾嘅樣本或者血液樣本存放期不能太耐。第四，經血中嘅紅血球會嚴重影響之後嘅 PCR 反應，導致假陰性嘅出現。Womanix 旗下呢個 PET-X 嘅技術係擁有獨有芯片，令到檢測嘅準確率提高，準確至每一個 HPV 嘅病毒株都能夠與喺使用者喺診所時檢測嘅 HPV 病毒株對上。另外 PET-X 設計高效結合化驗流程，業界不需改變一般嘅檢測流程都可以結合到嘅。然後下面咧係關於研究內容，而詳細嘅研究內容、臨床研究內容咧，我哋會之後再相約衛生署嚟溝通嘅。但係摘要好似係如下面咁樣嘅。咁我先講一講個摘要。我哋嘅研究咧，其實咧都通過一般臨床研究嘅一啲好 standard 嘅步驟，其中包括倫理審查。咁於2023年2月28日，本公司遞交相關臨床研究倫理審查與科學園研究倫理審查組。此審查咧係為咗確保研究設計啦、資料處理啦、研究進行均符合倫理道德及不會浪費樣本嘅宗旨嘅。2023年7月12日咧，相關臨床倫理嘅審查咧獲得通過，於是我哋就開始招募同進行臨床研究，而於2024年9月完成所有參加者嘅樣本採集啦。咁參加者佢哋喺呢個臨床研究咧，其實咧嘅過程係點咧？首先佢哋要出席一個 debrief session 啦，我哋會同佢簡單介紹成個研究嘅本身嘅願景係啲乜嘢啦，佢哋會經過啲咩步驟啦，同埋佢哋幾時隨時都係可以暫停呢個研究嘅一啲相關資料嘅。然後參加者會簽好一份同意書啦。
之後佢要做兩件事嘅，第一件事佢需要去到診所接受柏氏抹片同 HPV 檢查，另一件事其實佢需要使用 PET-X 採集經血，而且寄回檢查嘅。最後咧，診所嘅報告會顯示24種 HPV 係咪陽性同埋陰性，而 PET-X 嘅檢測報告亦都會顯示相同嘅24種 HPV 是否陽性同陰性。我們會以兩份報告作為對比嘅。咁喺第一階段嘅時候咧，我哋只係用診所報告同埋 PET-X 報告上 HPV 大類是否陰陽相同而作出準確率計算。得出結果為靈敏度96.3%，特異度100%，準確度99.2%。而詳細嘅其他相關同檢測相關嘅數字，大家可以喺以下呢幅圖上面可以參考嘅。而階段2咧，我哋追蹤咗6個較為有疑問嘅樣本。因為當時 HPV 病毒株喺呢兩份報告入面咧係未完全吻合嘅，相隔數個月之後咧，我哋再次叫參加者接受診所同 PET-X 檢查，兩者嘅相距時間盡量靠近，以防止咧 HPV 因為時間相距較遠咧而有一個狀況嘅改變，而導致檢測結果咧係未必咁完善。咁呢6位參加者咧，第二次檢測嘅時候咧，5位結果均顯示 HPV 病毒株喺2個檢測中都係吻合結果，除咗其中1位參加者為222號，其第一階段診所檢出 HPV 53同56，但係 PET-X 只檢出53，然後第二階段診所檢出沒有檢出 HPV， 但 PET-X 研究檢出 HPV 53。呢一個唔吻合嘅例子，雖然喺科學上能夠理解其原因，但為咗嚴謹處理臨床數據，本公司歸此為假陽性例子。結合咗呢6位參加者嘅第二次檢測之後，計算後結果為靈敏度100%，特異度98.9%，準確度99.2%。而相關嘅其他資訊同檢測有關嘅相關資訊都可以喺 slide 上面見到啦。而呢2個階段嘅樣本計算方式均基於119個樣本作為計算。現時我哋經血檢測嘅數據喺香港女士中21歲起計算，高危 HPV 陽性率為9.23%， 低危 HPV 陽性率為3.26%， 高低危均陽性為1.08%。而喺2024年衛生署公布嘅數字入面，56,600名30至64歲女士 HPV 檢測中，有7.3% 為高危 HPV 陽性，陽性率兩邊都係非常之接近嘅。好，另外提一提，如果 HPV 檢測為陽性，市民應該進一步去診所做檢查或者接受其他防禦措施。因為我哋技術初心係為咗俾冇接受過子宮頸篩查嘅人士可以盡快接受風險檢視，然後再於診所或者醫院跟進，最後診所同醫院可以為更多人提供子宮頸癌相關預防同治療嘅服務。本公司咧 Womanex 都會繼續積極與唔同嘅國家政府合作，提高子宮頸癌嘅篩查率嘅。其實 APEC 子宮頸癌案例咧已經達到35萬宗一年，而喺好多東南亞國家，子宮頸癌仍係女士癌症嘅第2位。我哋願景係為全球女士提高準確、價錢可負擔嘅子宮頸癌篩查，並且會逐步獲取進入其他國家之相關憑證，將政府培育嘅科研公司帶到全球。而本公司咧亦都會繼續同衛生署去到交代同埋洽談。亦都會同其他機構商討係咪需要擴展數據收集，以最後可以將香港科研帶至全球，造福世界嘅。